好，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創業學堂啊！我係今日嘅講者，我係 Stephanie 崔。咁我自我介紹一下先啦。咁我有3個仔女嘅，我大仔咧就17歲噶啦，咁兩個妹咧就係分別15歲同埋13歲。咁啊，以前咧我係一位電子銷售工程師嚟嘅，咁啊認識咗呢度之後咧，咁啊呢個平台之後咧，我係一位創業媽媽啦。咁亦都而家咧，亦都係喺我老公嘅公司咧，就係一位 part time 嘅行政助理嚟嘅。咁喺呢個平台咧，我最佳嘅業績咧就係一位博金。咁我喺度學咗營養啦，亦都考咗 Be Well 健康顧問同埋 Body Fit 體重管理教練嘅。咁好啦，咁講翻今日嘅主題啦。今日咧，我會同大家分享安利永續環保，逐樣睇喎。因為我哋咧成日都同人分享安利嘅事業係我哋健康同埋環保嘅業務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想探討一下，究竟安利有咩環保嘅理念先？咁今日嘅環保內容咧，我就會分咗4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創辦人嘅起源啦。咁我哋會追溯翻安利半個多世紀前立下嘅綠色承諾。咁亦都係解讀下佢將環保融入咗商業底線嘅企業精神。另外咧，我亦都會睇下紐崔萊有機農場喎，亦都會深度剖析下自營農場超越有機嘅4大工藝，以及咧無錫植物研發中心嘅低碳新農學嘅。第3部分咧，我會講下智能家居啦，點樣運用呢啲高科技嘅實踐到咧高效能、高效節能同埋安全環保嘅。最後咧，我都會睇下探討下純正美肌同埋潔淨，即係 Artistry 同埋 Amway Home 呢兩條 line，究竟點樣可以共創咧零碳排放嘅永續里程碑喎？好啦，我哋睇下第一部分先啦，就係承傳半個多世紀嘅綠色基因。我哋講開安利嘅環保理念咧，就不得不提我哋嘅創辦人啦，就係傑溫安樂同埋查理迪維士。佢哋咧喺佢哋嘅家鄉咧，其實已經咧見到當時咧喺創辦安利之前咧，佢哋見到佢哋家鄉咧，因為工業興起啊，咁咧啲污水咧就流晒去個河流嗰度啦，咁令到佢哋家鄉嘅河流嘅魚咧就死晒。咁所以咧，佢哋喺1959年咧建業之初咧，佢哋就深信任何不以保護地球為前提嘅商業繁榮咧，都係不可以持續嘅。咁佢深信呢樣嘢，亦都堅持咧喺追求經濟效益嘅同時咧，必須要確保土地啦、水源啦，同埋人類嘅長久和諧運作嘅。咁其實喺上個世紀50年代嘅時候咧，環保意識咧都仲未係好盛行嘅時候咧，安利已經洞察到石化清潔成分嘅對自然環境咧係有長遠嘅傷害，咁就決定咧將可降解啦，同埋對生態無害嘅作為產品嘅策略，咁就奠定咗佢哋超越時代嘅環保底氣啦。而當時咧，第一樣嘅環保產品咧就係 LOC 多用途清潔劑。LOC 即係 Liquid Organic Cleaner。咁呢個就開創咗佢安全環保，而且可以降解嘅清潔劑嘅先河。當時咧，佢哋摒棄咗主流嘅石油化工成分，就選用咗椰子油等天然植物提取嘅成分。既有呢個去污嘅作用啦，又可以咧
溫和咁呵護我哋雙手同埋大自然嘅。正所謂 less is more 啊，咁佢哋亦都通過咗高濃度嘅配方，大大咧減低咗咧一啲不必要嘅包裝啦，同埋咧亦都係減低咗運輸帶嚟嘅包材嘅浪費啦，同埋二氧化碳嘅排放添。好啦，嚟到第二部分啦，我哋講下紐崔萊點樣超越有機嘅自然耕作先。紐崔萊有機農場咧，係完全咧禁止化學殺蟲劑啦、合成肥料同埋化學除草劑嘅使用嘅。紐崔萊都深信啊，唯有通過健康嘅泥土同埋複雜嘅土壤微生物生態，先至能夠孕育出咧蘊含強大生命力同埋防禦能力嘅植物營養素喎。而且安理咧係全球少數咧擁有自營有機認證嘅農場嘅維他命嘅同埋膳食補充品嘅品牌嚟嘅。咁佢哋從種子嘅選用啦、土壤嘅培育啦、人工採收到物理提取，每個步驟咧佢哋都好嚴密，仲可以咧全程追溯添。咁究竟佢哋有邊四大嘅核心耕作工藝呢？第一就係瓢蟲同埋天敵控蟲啦。佢哋拒絕咧用化學嘅殺蟲劑噶嘛，咁所以咧就特意引入同埋保護一啲瓢蟲，即係紅黑色嘅甲蟲啦、草蛉、貓頭鷹等有益嘅天敵。就希望咧可以做到咧自給自足嘅健康生態防禦網嘅。咁另外咧，佢哋都係會運用深層嘅綠肥喎。佢哋會種植一啲金盞花呢啲特殊嘅綠肥啦。就喺農場休耕嘅時候咧，就翻入咗去個泥土裏邊啊。咁就轉化咧為養分極高嘅腐殖質，咁就保持咧個土壤咧常年都肥沃嘅。第三個工藝咧就係蚯蚓爬地專家喎，就佢哋紐崔萊咧就培育咗數百萬條夜蚯蚓啊，進行深層嘅鬆土。因為呢啲蚯蚓咧就係上下翻鬆土壤嘅，咁啊嗱有咩好處咧？就令到咧土壤保持極佳嘅透氣性啦，同埋水分嘅滲透力啊，咁可以促進咧啲根部咧能夠健康咁樣成長嘅。而第四個工藝咧就係深靜深井嘅灌溉喎。佢哋咧就抽取幾百米深嘅地下冰川融水，同埋純正嘅岩層水啊，進行灌溉，原理咧可以避開咗工業啦同埋農藥嘅污染，所以佢哋用咗呢四大嘅核心耕作工藝，真係好犀利啊！咁我哋亦都可以睇下紐崔萊三大自營有機農場，分別咧就係美國嘅全魚湖農場啦，佢用純正嘅雪山融水灌溉嘅，盛產咧優質嘅紫錐花同埋蒲公英。另外咧，巴西都有個農場叫烏巴哈拉，佢係全球最大面積嘅針葉櫻桃自營基地嚟嘅。咁佢提供咧極高嘅濃度嘅天然維他命 C，而且徹底咧實踐咗熱帶雨林嘅生態平衡添。
墨西哥嘅培卡爾農場，因為近住火山啊，佢長年都有肥沃嘅火山灰土壤，所以咧嗰度可以種植營養豐富嘅苜蓿同埋菠菜，而且咧佢哋係以呢個智能化噴灌科技咧嚟到落實呢個低碳慳水嘅灌溉模式嘅。安妮咧亦都花咗好幾年時間咧去尋遍中國唔同嘅省市，去揾一啲優質嘅地方去開創佢哋一個植物研發中心，最終佢哋就挑選咗無錫嘅，歷時咧用咗3年時間嚟到籌備啊！佢哋仲將美國嘅有機嘅土壤咧搬埋過嚟，就去改良佢嘅土質。咁無錫呢個全球領先嘅植物研發中心咧，就將西方現代有機農業、化學同埋東方嘅中草藥咧嘅有機種植概念咧，就相結合，為全球嘅市場咧研發咗低碳而且高效嘅漢方草本精華原料添。呢個中心咧就廣泛利用咗可回收嘅輕鋼框架，同埋咧多維度嘅自然採光，咁呢個可以好大限度咧去降低咗佢照明啦同埋空調嘅能源嘅，而且咧佢哋咧全面實踐咗污水就地閉環處理，即係污水咧係唔會流出呢個中心嘅。佢哋嘅有機廢棄物咧，都會100%咧用翻去做堆填、做肥料嘅，所以佢哋榮獲咗多項低碳建築同埋營運綠色認證㗎。好啦，第三個部分咧，我哋就會講智能家居與極致防護嘅科技。安妮研發咗 eSpring 淨水器，佢係運用前瞻性嘅 UVC LED 技術，可以即時咧啟動呢個紫外線嘅 LED 消毒晶片喎。相比起傳統嘅紫外光燈管咧，可以節省到25%嘅運作電能添。而且咧，佢係100%咧冇水銀嘅設計，杜絕咗二次污染。佢以呢個 E3嘅專利高密度活性炭濾芯咧，係可以過濾咧高達5000公升嘅純水。咁我有啲朋友咧，對於飲用水咧都好講究嘅。喺用 eSpring 之前咧，佢哋係買啲樽裝水，出邊嘅樽裝水翻屋企飲噶。咁如果以5000公升嚟講咧，其實係1萬支500毫升嘅樽裝水喎。咁即係話用咗 eSpring 之後咧，其實可以每年咧慳到咧1萬支呢啲塑膠樽嘅浪費咯。而且咧，佢哋係經咗 NSF 權威認證嘅，咁可以濾除到咧超過170種嘅重金屬啦、微塑料啦，同埋化學污染物嘅。而且個 LED 燈咧可以消滅到99.99%嘅細菌同埋病毒，但係同時咧又可以保留到人體必需嘅天然礦物質嘅喎。所以咧，我哋飲用水咧係而家真係可以好安心，可以飲到我哋潔淨嘅水源啦。除咗飲用水之外咧，其實我哋知道自來水咧係有氯氣喺裏邊噶嘛，愛嚟殺菌消毒啦。但係咧，當經過高溫嘅時候咧，佢嘅氯氣咧就會化成三氯甲烷呢啲致癌物嘅。咁所以安利公司咧都研發咗一個可以呢個 BathSpring 嘅浴室淨水器喎，就係
可以咧瞬間咧吸附去除咗我哋99%嘅氯氣、重金屬、秀麗同埋雜質，咁就阻隔咗我哋吸入同埋經皮膚吸收咗一啲呢啲危害啦。而且咧，佢嗰個濾芯咧壽命都好長嘅，佢係可以處理高達15萬公升水喎。咁而且咧係唔需要插電嘅，即係插濕電啦。咁佢只係需要用一粒電池就可以運轉，又可以咧係可以計算到個濾芯幾時到期去更換，咁完全吻合咧環保低耗能嘅浴室概念理念嘅。講完水咧，我哋又講下空氣啦。咁安理亦都研發咗 Atmosphere Sky 空氣淨化機啊，佢係領先同業㗎。點解咧？因為佢個 HEPA 濾網咧可以過濾到細至0.0024微米嘅懸浮粒子喎。咁可以讓我哋咧呼吸返一啲自然嘅天然嘅空氣，潔淨嘅空氣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個圖片咧，右邊咧就係一 Atmosphere Sky 嘅認證啊。咁有幾個 label 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藍色、淺藍色嘅，咁就寫住 Energy Star 啦。咁其實呢個咧係佢榮獲咗美國節能之星嘅。咁佢內部咧係有流體幾何風度設計啦，咁同埋咧有高效直流變頻嘅摩打。咁能夠咧，就算全天候開啟咧，都係使好少電嘅啫，好又安靜啦，又慳電啦，而且咧仲係可以幫我哋慳埋電費添。同時咧，呢部機咧亦都有一個空氣品質嘅傳感器嘅，咁佢會綜合埋實時嘅運轉時間啦。咁就可以精確咁樣咧，計算到咧，我哋呢個耗材即係個濾網嘅壽命啦。咁就可以防止咧，我哋提早棄掉咗一啲仲有用嘅濾網，就唔會造成浪費啦。另外，安利咧亦都有一系列嘅廚具嘅喎，就係皇后煲啦。皇后煲咧有專利嘅 Vitalog 鎖水技術。咩叫 Vitalog 鎖水技術咧？就係佢個鍋蓋咧，同個鍋咧就係精準密合嘅。咁即係如果加熱嘅時候咧，咁有啲佢就會形成一個好微小嘅細微嘅水膜，就封鎖咗個煲邊，咁可以實現咧低溫、少水、無油嘅高效環保烹調喎。而且咧，佢仲鎖住咗咧，高達90%嘅營養，仲原汁原味添。佢嘅物料咧都好特別嘅，佢用特殊多重合金複合物咧，同埋18:8醫療級嘅不鏽鋼，一層一層咁樣疊上去，總共係7層嘅，所以佢嘅熱能傳導咧係好均勻，而且傳導好快。只需要咧用中細火咧，就已經能夠好迅速咧煮熟咗啲食物，咁大大咧就節省咗我哋嘅煤氣或者電力啦。咁亦都係低碳節能嘅家居用品嚟嘅。好啦，到第4部分咧，我就會講下低碳洗護同埋純正美肌嘅承諾喎。首先講下呢個我哋嘅家居清潔先啦。Amway Home 呢條 line 大部分嘅產品咧，佢都有係 BioQuest Formula 嘅。BioQuest Formula 咧就係獨特嘅配方嚟嘅，佢蘊含咧來自椰子啦、金桔啦，同埋一啲天然礦物嘅高活性去污精華嚟。
咁而且咧，佢係獲得美國環保署 EPA 嘅藍色安全選擇認證 Safer Choice 添。另外，佢亦都係高生物降解嘅特性嘅。MA Home 嘅產品咧，如果洗滌後咧嘅廢水咧，係能夠喺數日內咧就迅速咁樣俾自然環境中嘅微生物咧100%分解成冇毒嘅殘留喎，仲唔會造成環境嘅污染添。另外，佢係濃縮減數配包裝嘅，即是話佢係超濃縮配方啦，咁就慳咗不必要嘅水分啦，同埋一啲塑料嘅包裝，大幅咧減少咗物流嘅包裝體積，有效咧減少呢個運輸嘅碳足跡。咁 MA Home 裏邊咧，仲有一個 SA8嘅超效洗衣液同埋洗衣粉嘅。其實咧，佢都有獨特嘅專利，係低溫洗滌技術嘅。佢即係話咧，可以喺冷水嘅低溫下咧，仍然咧能夠迅速咁樣溶解，仲要發揮到強效嘅去污能力嘅。咁咧能夠咧可以有效咁減低我哋屋企咧需要煲咗啲要高溫嘅熱水洗衫嘅消耗啦、額外嘅能源啦，咁樣咁就可以慳翻好多能源，唔需要煲水啦。咁另外佢亦都採用100%無氯嘅中性溫和配方，又唔傷衣物嘅。佢嘅廢水排走咧，亦都係能夠喺短期內咧，自然降解嘅，保護翻生態平衡。而且咧，佢經由咗權威嘅皮膚科同埋小兒科安全測試，係冇化學香精同埋熒光增白劑嘅殘留嘅，能夠保護全家免受呢啲過敏嘅危害啦，仲係低碳清潔嘅首選添。另外啦，雅姿 Artistry 植水美妝，佢係注入咗扭出來嘅有機能量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精選自扭出來美國、巴西等自營或者認證嘅農場嘅白奇亞籽、紅石榴等高效嘅草本植水，結合咗天然嘅成分。仲有咧，佢係超越標準嘅純正標準嚟㗎，因為咧佢全面排除咗1300幾種具有咧潛在皮膚啦或者環境風險嘅化學防腐成分同埋塑料，承諾咧純素配方，而且咧拒絕咧任何動物嘅測試添。我哋不得不提埋咧佢嘅包裝紙盒啊，其實咧都係採用 FSC 可再生永續林木材料嚟到製成嘅，即係話可以循環使用啦。透過製程工藝咧改良咗，減少多餘嘅塑料塗層。咁我哋就積極邁向零碳排放、零碳包裝啦。咁喺呢度咧，我用數據咧嚟到做個總結先。咁我哋睇下安利嘅綠色承諾啊，佢100%咧係自營認證嘅農場，實踐咗有機無毒嘅耕作，即係話絕對冇農藥、冇化學肥料殘留嘅。而且咧95% MA Home 嘅廢水喺自然環境中咧能夠生物降解。近年嚟啊，安利咧亦都喺包裝物料嘅上邊咧改良，喺全球累計減少咗咧係幾千噸嘅塑料使用嘅，咁就可以紮實咗佢環保
使命啦。好啦，今日咧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咧可以了解更多咧安妮嘅環保意念。咁我哋一齊，大家一齊支持啊！